Meta 拍算讲无个要继续来赞助各地的素食茶叶团体哦，这恐惊嘛影响到茶叶团体的营运。今仔咱台湾的素食茶叶中心就办一场亚洲素食茶叶论坛，邀请来自印度、香港、菲律宾、日本等亚洲国家的茶叶团体来分享对抗假消息，嘛呼吁民众哦，要爱培养假信息的辨识能力。Meta 已经宣布会终止第三方素食茶叶机制，未来会停止赞助各地的素食茶叶团体，包括台湾甲亚洲各地的素食茶叶团体。面对假信息四过传，未来伫欠 Meta 资金的赞助，有可能面临茶叶工作受到阻碍情况。Meta 就是脸书，它决定要停止对于这个全球的市茶组织的赞助，这个对于全球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，尤其是我们是面对这个中国的对岸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衅。那不只是军事的演习，我们还有很强大的这个讯息的渗透。台湾的素食茶叶中心初次举行亚洲素食茶叶专业论坛，邀请包括香港等地的亚洲茶叶团体同齐做伙，分享互相掌握的信息，打破假信息的传播，对民主国家的威胁，也注重讨论Meta的动作可能造成的影响，甲内容农场散出的假信息。不要马上看到任何的讯息，就是采取一个相信的态度，然后要去了解说它到底背后的用意是什么，或者说，比方说你是粉专看到了，你也要看一下粉专的管理人员是在哪里，然后这个粉专的成立的一个年多久。设了一个假的新闻网站，然后里面揭露了一些讯息。那在这个现在台湾的这个媒体生态之下，它其实很容易的就开始被一些网媒开始乱抄乱传。但是你经过查核之后，你会发现这个网站是仿冒的。专家指出，假信息的内容会随时事进化，像各国大选期间，假信息会大量散出流传；像台湾最近的新台票汇率提升，假信息也开始出现。特别呼吁民众培养对假信息的辨识能力，唔通互干扰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